橘子搭配冰糖，这做法真的是太实用了。跟随视频来看看怎样操作的吧。买来的橘子去掉外皮，橘子皮也不要丢掉，我们可以清洗干净，然后晒干沏水喝也是非常的不错。再把橘子掰成一半一半的，掰好的橘子瓣放入锅中，放入几粒冰糖，倒入清水，开锅后煮15分钟。时间到了以后，打开盖子，哇，香味扑鼻，倒入碗里，再舀入橘子瓣，稍微放凉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做法简单，喜欢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，以免需要的时候找不到我。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